救赎者，或者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或者他是永活的主，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或者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救赎者，或者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
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老早，大家平安。咱即摆来做这个会前的祈祷。咱先来吟一条诗歌，《圣殿充满喜乐》。捌唱过无？有吼，若会晓，咱做阵来唱。圣殿充满喜乐，我心中。
咱来读段圣经，记载伫个诗篇第4篇第1节，为我辩护的上帝啊，我求救的时，由你应我；我困苦的时，你有甲我讨帮。求你应我，听我的祈祷。咱即摆来做感恩甲认罪的祈祷。咱来感谢阿乐的上主，伊是万主的主，独行奇事，创造万物，公义慈爱的主。咱嘛爱来做即个认罪悔改的祈祷，来悔改归正敬畏的上帝。来，咱三个一起做阵来。伫即个礼拜中，做了有即个，知影，时阵来认罪，主啊，求你来赦免，阮来这悔改，就来赦免，这个新的，主啊，感谢，感谢，主啊，你是主的上帝，主的所主的我来做，你的事情，只是现在感谢，我们天主的所主要所做，这个是万名。继续，咱来做异地甲讨帮的这个祈祷。咱即摆爱来邀请主耶稣来加做你这个灵甲思想、情感、意志甲身躯的主，将你的烦恼交托互主，嘛甲你的手放伫个胸坎，也是讲甲你放甲你的手放伫个你有病痛的所在，来向主来祈求，互恁会当疗愈伤害家己过去的家己的人，然后常时来求主的听来充满，以致咱家己的心灵，会当用主的听来，去听，去爱怀伤害过我的人，咱三个来祈祷。所以咱要来为着咱的主力来守望，来做伙来为着牧者中职团队甲即个礼拜要参与即个学三的同工来守望。下一页，咱为着教会社区事工所接触的广大的福音朋友来祈祷，求主来引带因，拢会当互因，因为即个迦南教会。来亲近主，嘛会当早一日来决志受洗，一生紧条主的脚步，一直到见主的面。第二点，为着教会每一个小组来祈祷，特别是为着较少聚会的小组员，求主来，互咱在会友，伊的心拢会当活伫个咱的小组。伫个生活中的各方面，拢会当甲教会的生活做结合，而且见证上帝的信息甲良善，咱做阵来祈祷。
即摆用主祷文来结束这边的会前祈祷。咱做阵来，愿着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犯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试，又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好天的着向耶和华欢呼，着欢喜服侍耶和华，着唱歌来到伊的面前，着将祈求耶和华甲伊的能力，时常祈求伊的面。咱共同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82首，圣诗82首。虽然一人我无孤单，虽然一人我无孤单，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虽然一人我无孤单，真侪人伫我周围，虽然有命我无存在，是拢我担伫倒位。求你叫我的名，求你叫我的名，主我求你就叫我的名，求你叫我的名，给路大位人生。人正多无你记号，我过命吧，总是无命吧，总是无助吧。求你叫我的名，求你叫我的名。主啊，求你就叫我的名，求你叫我的名，离开坟墓，无命所在，因为别人入世间。使人命人甲亲活命，无价值无够永远。求你叫我的名，求你叫我的名，主啊，求你就叫。
咱同心来祈祷。至上的天父，我满心感谢你恩典甲怜悯。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想使生命开始，日日看顾阮的生活。主，阮感谢你无条件的听，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赦免阮世间人的罪，互阮通重新得到生命的愿望。主啊，感谢你，互阮伫你生命册内面有份。感谢你，互阮伫世间生活的时阵，拢有你的同在。但愿要恳求你，主啊，求你叫阮的名，阮要大声应讲，主啊，阮伫遮，愿意为你来做采样。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也要承认阮时时软弱犯罪，甚至阮的心思意念无合得你的旨意，阮的言语行为有过失。对人欠缺听心甲忍耐，有时阮甚至骄傲、自我中心，忽略你的教示。但求你赦免阮一切的过犯，洗清去阮的不义，互阮通重新来得到清洁的心甲正直的心。求你帮助阮会通远离这罪恶甲试探，学习行伫你光明的中间。求你帮助阮会通照你的话来过圣洁的生活，愿你的慈爱甲公义常常显明伫你的世间，互人看见阮的所行所做，通荣耀你的眼光。亲爱的主，阮今日也为着世界来祈祷，但愿你会通来止煞这战争甲纷争，想出和平伫万国万民的中间。特别，阮也要为着台湾来恳求，愿你保守这个土地，和政治来稳定社会安定，民主甲自由通得到坚固。求你引带阮所有掌管的人、掌权的人，拢会通敬畏你、持守真理、行公义、护人民，用听来治理这个国家，带领百姓行伫正直的道路。亲爱的主，我也要为着教会来祈祷，愿你的福音广传，圣神大大运行，祝福伫阮每一项的事工，拢会通顺利来进行。无论是敬拜、侍奉、外典、装备、关怀，拢充满你的能力甲智慧，互更较侪人会通听见福音，来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求你兴起忠心的萝卜，甘心献上家己，为主努力来做工。主啊，阮也要为着教会每一个肢体交托伫你的手中，有侪这个身体软弱的，主求你来医治；经济困难的，求你来供应；工作压力或者是失业的，求你来开路；学生的学业，求你来赏赐智慧。愿你扶持每一位，互因经历你的同在，照圣神来应允。我的上帝要照伊丰盛的阳光，伫基督耶稣内面，供给予每一个兄弟姊妹一切所欠用的。但愿阮的生命拢会通荣耀你的名，活出信心，毋慢甲忍耐，成做世间的光甲盐。愿将一切荣耀拢归荣光伫你。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下面咱要来读启示文，教读启示文，启示文36，箴言第8。启示文36，箴言第8，我来刻咱来念。着听智慧得救，聪明的得出声，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徛伫是路口，智慧伫城门口。伫人得出入的所在大声喊。众人啊，我叫恁；世间人啊，我对恁讲。戇直的人啊，要学习精明；有讲的人啊，要追求聪明。要听我要讲极好的事；
要论政治的代志。伫创造起头，上主先造我，自古以来，我是头一个创造的。伫上起头，伫创造世界以前，对着古早，伊造我。我出世的时，还袂有深渊；嘛还袂有海洋。我出母胎的时，大山还袂受造。小山嘛还袂形成。迄时大地甲田野还袂创造。连地上头一把土粉嘛还袂有。还袂安伫强冲，还袂伫海面真地变线。迄时我已经伫遐。伊伫空中布置云彩，互深的水泉冲出来，互海定界线，互海水袂搬过界，甲大地下地基。迄时我已经伫遐。迄时我伫身边做师傅头，逐日互伊欢喜。我不是伫伊面前欢喜快乐，伊爱伊，互人徛起伊的世界。欢喜伊创造的世间人。但我的囝着听叹我，存行我道路的人真有福气，着听教师来得到智慧，毋通杜绝。着听叹我的人真有福气。因到底伫我的门口在等，伫我的两边在听候。听候我的人就是找到性命。以为对上主得到恩惠。下面咱要请子弟团来献诗，因要献的歌名唯有耶稣啊，你是配得，只有耶稣你是配得。
咱要做伙来共读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圣经旧约圣经诗篇91篇14节到16节。旧约圣经诗篇91篇14节到16节。我来读。上帝讲，因为伊真疼我，我要解救伊；因为伊捌我的名，我要甲伊安置伫安全的所在。伊求救我，我要应伊；伊伫危急的时，我要甲伊同在，我要解救伊，互伊有尊严。我要使伊长岁寿，互伊满足。互伊看见我的救恩。以上下面，咱要邀请本堂代表支牧师来讲道。今早起，伊要为咱讲道的题目，充满我第一讲，专心注意，专心注意。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毋知影过去即礼拜你过了有平安无？即礼拜你过了有平安的，请举手。感谢主，大家拢有平安。即礼拜过了无平安的，请举手。嘛有人举手，咱来为因祈祷好无？咱做伙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做兄弟姊妹伫过去即礼拜，阮有得到上帝你的眷顾，也得到上帝你的听，想说互阮有身心灵的勇行、甲平安、甲喜乐。总是阮也知影，阮的中间兄弟姊妹有人拄着困苦，拄着艰难，拄着恶担当的事，也是身躯的病痛。阮伫即个所在，也要奉主耶稣的名，为这兄弟为因来祈祷，求主你的信心来充满踮伫因的心上，互因会当得到主你的解救，会当得到主你的帮助，也当互伊来经历主耶稣对天所想赐的平安。我安尼献上阮的恳求甲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大家平安。好，咱伫过活节拄过了，总是过活节过了后，过来咱要过什么？做什么代志？要过什么节？信心降临节啦。所以对即个过活节，到即个信心降临节，拢总有几工。50天所以过去古早人时叫做一旬，一个节就是一旬，所以5个节叫做几旬？5旬，所以信心降临节又叫做什么节？5旬节，5旬节，5个节就是50天啊。伫这50天的内面，咱要做什么呢？伫这50天的内底，咱应该就要安怎样来努力呢？牧师要通过伫今年的信心降临节，进前咱有5个主题要来甲咱分享。这5个主题，对今日的专心注意，后礼拜接纳，过来是行动，过来是重大信息，然后是尽忠。这5个目标呢，亲像5个阶站，5个阶梯。就是要互咱对耶稣过活了后，咱会当亲像爬楼梯，爬到这个顶端，也来当来领受这个信心伊的灌压，有圣灵的充满哦。所以对过活节到信心降临节，拢总有50天。这50天嘛是咱信仰的操练，就是爱爬楼梯，爱重大信息。今日要甲咱大家来分享的是头一讲，就是专注、专心甲注意。这只动物是啥物动物？老鹰，有看到老鹰无？这是老鹰呢，人伫伊这老鹰这个颔棍呢，把一个镜头，从空中呢，这俯瞰的时阵，看这个画面。所以这个老鹰呢，飞真悬的所在，一般咱人的视力差不多看100公尺就足厉害啊！比如讲，你即马徛伫中华路49号，然后你当看到伫统林百货迄个公车的车牌号码，看得到无？看袂到，安尼咱还不及格哦。100公尺大概迄个你的目睭的这个目色就足好啊。你可以看到统林百货头前迄个公车几号，但是呢，老鹰伊的视力呢是人的4倍到8倍而且它可以看到是咱看100公尺，它可以看1公里啊。所以1公里超偌远呢？就是你即马徛伫中华路然后你会当看到正声高中。正声高中迄个车牌号码，安尼看得到袂？太困难了，太困难。但是呢，老鹰呢，伊就是一个目色，它可以非常的专注。所以虽然伊飞真悬，但是一旦看足远的，看足快，
但是他也可以 focus 聚焦伫这个这个伊要抓的这个动物他要抓狐狸啊，他要抓兔子啊，他要抓蛇啊，因为伊有真好的目色哦。总是咱的现代人缺乏这样子的专注力，咱无法度看了远，嘛无法度看了真专心甲注意。特别呢，这个人在研究讲，为什么咱失去咱的专心注意呢？一般人自细汉到大汉，一个囡仔细囝，伫伊读小学时阵低年级，伊爱写的功课，大概30分钟内可以完成。他专注力呢，一届差不多15分钟。就是1、2年级的小朋友，那较大汉的起来呢，3、4年级的专注力当到20分钟，搁较大汉的到30分钟。你若国中以上，你的专注力呢，运动写当30分钟以上，也代表讲，咱若是来做礼拜，听牧师讲道，30分钟、40分钟，你应该写当专心注意，这是一个专注力。但是有的人，无法度30分钟专心注意，可能听3分钟、5分钟安怎？伊就开始恍神，然后就开始这个什么榴莲，红榴莲哦，红榴莲就开始安尼一开始安尼魂游向外啊。专心注意呢，是咱脑内底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原理哦，原理。上帝互咱的就是有专注力、记忆力甲理解力。专注力、记忆力、理解力，咱讲一解。专注力、记忆力、理解力，一个正常的脑，你会当专心注意，你会当有记忆，然后你会当理解。这是一个正常上帝所想出的头脑。但是咱若讲头壳戆、头壳污，变做脑雾呢？咱的失神，咱的健忘，咱的迟钝，因为咱的专注力、记忆力甲理解力，拢在下降。这甲咱的专注有真大的关系啊！咱造成现代人不能专注的原因有真多，有真多。我伫遮分享3点。头一个叫做快感回路的制约，什么意思呢？就讲咱常常拢咱的头脑受到现代的刺激，包括是这个网络啦、电视甲电脑啊，所以呢，咱会看到这些灯光啊、音响啊、音效啊，所以对这个若平淡无奇的物件，咱会容易感觉无聊。所以咱的大脑，愈细汉囡仔愈细汉，越早接触这些3C 产品，伊的注意力会越来越集中，还是越不集中？越不集中。到伊大汉起来以后，伊的注意力越没有办法集中，因为伊拢目睭拢去互迄个3C 平板、iPad 拔掉的，所以叫伊看册，伊感觉无聊；叫伊读书，伊无趣味啊。所以专注力，咱若去有3C 常常用3C 用平板，囡仔甚至咱家己，拢常常目睭，拢看咧遮个3C 产品的顶悬的，咱的专注力会下降，影响咱的困眠，甚至咱的学习嘛受影响。到最后，连这个囡仔伊讲话，嘛会受到影响。所以咱要安怎来提升咱的专注力？毋是只有大人、囡仔，咱就爱好好来了解。根据这个这个学家的研究，3C 使用越久，他的脑袋传达的讯息的功能就愈歹。就是伊拢靠电脑、靠3C， 所以你感觉讲伊足认真呢，足用心呢，看3C、看 iPad， 会当1点钟、2点钟，拢唔免休困。你以为他很认真，其实是伊的头壳已经被制约啊，被回路制约，快感回路制约，所以休拔掉的。甚至伊的大脑就无法度来上执行，所以有看没有懂，有看没有到，有听没有懂啊。所以一看甲听呢，伊的脑拢受到影响。2019年，伫这个科学家呢，因就研究4岁到6岁囡仔，靠伊看红仔册，一个是人讲互伊听，一个是用这个平板，用荧幕来放互伊看。结果呢，安尼研究6礼拜以后呢，18次的上课，6礼拜以后呢，伊发现讲跟人有互动，是从人讲故事给他听的。这些小孩子他们的注意力正常，
而且他们脑波正常，甚至他们的思考跟语言表达正常，就是运动的型。但是伊拢是敢看这个电视、看 iPad、看平板，刚刚伊的这个注意力没有增加，无增加，然后他的脑波呢变成注意力困难，还有他的这个沟通跟表达呢开始有困难，受到影响啊。所以人甲人的做伙嘛是提升咱的注意力集中的一个方式。有时阵咱看到即马现代囡仔。学校的老师好做歹做，愈来愈歹做，所以很多老师提早退休，因为囡仔嘛教袂行，不是只有幼稚园呢，连大学的老师，因拢有感觉，讲他在教大学生，那感觉是在教国中生同款，连迄个自理，家己自理的能力拢无。这是我在台中的时阵，这个东海大学的教授，伊在分享，你看看他们在教大学生，好像在教高中生，甚至有的像国中生，因为一寡表达呢，伊的行为能力敢都没有起来，因为这些囡仔因出世的时阵，自细的时阵，开始拢是用电子产品，用3C 产品。所以一寡静态物件对来讲无趣味，坐袂牢，头脑一直转一直塞，甚至呢追求刺激，所以他们的上课上学都受到影响。所以他们的大脑分泌呢，因为多巴胺一直庆管，一直庆管，但是他们的前额叶呢，就是他们的意志力呢一直下降，一直下降。所以他们追求快感，但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然后呢，因为情绪红色那条线呢，一直上升，一直上升，很快就翻脸，很快就生气。但是蓝色那条线呢，专注，那个 focus 呢，愈来愈低。所以他们的专注力呢，没有办法30分钟，嘛无法度20分钟、10分钟，也有困难。所以这变做是现代人、现代囡仔因所受的这挑战。所以医生因最后建议每天小朋友使用3C， 那是超过2小时，按呢他的 ADHD 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过动，他的过动指数呢就会一直上升。所以你若想讲教囡仔就简单呢，就简单呢，一台 iPad 给伊，一台手机给伊，安尼规工拢袂差。你感觉对伊就好诶，对你就好诶，其实是害了他。所以呢，咱就要用时间来好好陪咱的囡仔。像跟你隔壁兄弟讲，我们要花时间来陪孩子，要花时间来陪孩子啊！如果你是阿公阿嬷，就要花时间陪孙子，不是一台手机、一台 iPad 给伊拍电动、拍电脑，乖乖拢袂差，安尼就好。这是咱现代人注意力下降一个很大的原因。还有就是咱现代人的头壳在想。都是碎片化，都是一块一块，没有办法连续，没有办法连贯哦。因为呢，咱即马的网络社群媒体，过去咱看影片、看电影，但是咱即马没有办法长时间，所以对这个抖音出来，抖音的影片的标榜就是15秒就是一个影片，所以你感觉哇，一点钟你当看几啊百，看好几百个影片，看了就欢喜啊。但是呢，你的整个头壳思想的结构呢，拢是零零碎碎。这套红仔册，叫做什么？你捌看过请举手，诸葛四郎。我嘛唔捌看过。但是呢，去年呢，这个松年大学出去参访的时阵呢，去到台中一个漫画博物馆，漫画博物馆。结果呢，伊中就来展览咱台湾遮的漫画。结果光福长老、光复长老入去，看到这套，伊规个人安那，足欢喜的，然后赶快拍照。讲诸葛四郎，光复长老嘛要80岁啊，这个伊少年的时阵在看这个红仔册，勾起他的回忆。但是即摆囡仔叫伊看一套漫画，有法度无？无法度，因拢看15秒的。因拢看这个短影音呢，这一套呢，叫做琼瑶小说，捌看过请举手一下。很多人举手，而且是姐妹。但是现在小女生叫她读琼瑶小说有可能吗？
无可能哈。过去你会当哈，但是即马因无法度。啊，这套呢叫做金庸武侠小说，看过像野手，哦，很多人都有看过。但是即马囡仔，你送互伊，伊要爱无？无爱啊，好无爱，好，你看这就好看的呢，但是他看不下去。好，所以这是咱现代人，好，咱的这个头脑思想已经变作碎片化，一套的册，好，一整套一整节，好，伊无法度来了解。安尼过来，这套你把看过请举手，这套是啥物？圣经啊，拢总有66本，好，你有从头到尾看完的，请举手。好，感谢主。但是呢，很多的人无法度规套看而了。为什么我们失去专注呢？好，因为我们的快感回路被制约。好，我们追求刺激，好，你就爱用迄个较刺激的，好，你才看落去。然后呢，我们的思考结构是碎片化，够就是叫做错失恐惧啊。好，咱讲一个错失恐惧，就是别人拢有，我无。大家都有买台积电，你没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安怎？不准啊！大家拢有，那我无呢？啊，大家拢住豪宅，我那无呢？好，这叫做错失恐惧 ，fear of missing out， 好，就是 FOMO。你会感觉别人有，我无，好，这叫做错失恐惧。但是所以你会对别人行，好，对别人同款，所以在这头脑好会因为这样追求世间，好，追求世界。所以咱啊失去在现代的世界呢，好，咱会感觉讲哇很方便啊，手机一直都出新的啊，好，然后在网络速度愈来愈紧，但是好代表咱现代人，好现代人，现代囡仔，好，咱的专注力没有办法提升，反而是越来越下降。好，过去呢看报纸，好，过去人看报纸，对头看到尾，好，差不多20分钟、半点钟。即马看报纸，好，的人愈来愈少，而且看报纸剩几分钟，3分钟，好，1分钟，好，轻轻的，安尼就看了。你没有办法专注在一个平凡的事情上面，所以有可能以后来做礼拜，好来听讲道，好5分钟就要结束，好，我是讲，所以即马牧师吼，礼拜六讲道，好讲给这些青少年。袂使讲伤久呢，讲伤久安怎？吼，伊就开始坐袂掉啊，吼，就开始爱起来行，吼，就要起来走一走，好，就算走去厕所，走去外面，好，因为因坐袂掉。但是我们不专注，人没有专注力，我们会有什么损失呢？科学家研究调查，好，一个长期有训练专注力的人呢，他的思绪漂移呢，好，可以减少30%。他的情绪稳度呢，可以增加40%，甚至也学习记忆效率会增加，工作表现会增加，情绪会稳定，挫折感会减少，够也时间掌控度会高，好，被拖刷刷，甚至跟人的互动呢，好，会更聚焦，好，然后呢，提升他的沟通力。这是上帝给咱的脑内底有专注力、有理解力、有记忆力。专注力就是咧帮助咱，让咱做代志会当煞拍，让咱甲人在斗阵的时阵，会记得伊的名，拄则咱唱迄首圣诗，虽然咱有挂名牌，但是无人知影你的名。这个名牌形同虚设，但是你有这个专注力，你会记得，今日我甲这个人在讲话，后礼拜我看到伊。然后对他的名字怎么样，还叫得出来，表示你的头脑真好啊！好，所以即马看你隔壁的人，好，你知影伊的名无？好，后礼拜看到伊，个会叫你伊的名无？好，跟他说，下个礼拜我还记得你的名字，下个礼拜我还记得你的名字啊！但是咱若无这个专注力，咱的损失是啥物呢？咱呢，因为想讲咱聪明过头，结果变成忙碌过头。一个信心充满的人，哈，受到信心充满的人，也当做真济的工，可以很忙碌，但是他却不会分心啊。一个受信心充满的人，
伊会当来敬拜上帝，伊会当服侍人。但是呢，伊知影什么时阵就要把什么代志做好。伫路加福音的第10章42节，一对姊妹，就是马代甲玛利亚，这个阿姊伊真无闲，一个时间内面，伊阁要接待耶稣，阁想要听耶稣讲道，然后阁要准备爱餐，然后阁要满足一人。但是伊的小妹有更好的专注力，就是抓掉迄个上介好，一个上介好。昨一个青年，伊来参加这个 A1， 上了 A1 的下课时阵呢，伊咧甲我分享，讲牧师啊，我一个礼拜呢，要上9种的课，上9种的课，包括 A1 啊，包括他在上班啊，包括他还去神学院选课啊，还包括他还有这个公司工作，还有大学上面，一礼拜非常的无闲。然后呢，伊唔知伊要安怎怎么取舍？伊感觉讲这9个课呢，都不能够少，拢袂使减，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伊讲他真的快要安怎崩溃，伊讲要爆炸呢。但是呢，我讲，但这9个里面，你可不可以把它分成3组？1、2、3最重要的，4、5、6第2重要的，7、8、9比较没那么重要。你感觉这9个拢袂使无，安尼至少你也可以先分清楚哪1、2、3是最重要，所以就开始想这个可能他开始做排列组合。同款有咱的现代人的生活，对今日明仔礼拜一，到明天礼拜一之前，可能你有很多的事情；到下个礼拜天，你过来做礼拜，有真多代志。但是你也这样可以分成最重要的 priority， 第2重要的。跟没有那么重要的，然后做这的训练，互咱袂想讲一定无闲，但是呢，却把那个最重要的上好的福分忽略。第2个，咱现代人若无专注，咱会感觉赚得全世界，煞失去咱的性命。马太福音16章26节，讲当人，伊想讲伊真熬。足有头脑，伊会当趁着厝、趁着车、趁着飞轮机、趁着游轮、趁着环游世界，但是伊的性命煞失去，他没有办法获得永恒的生命。耶稣嘛为着这种的人在流目屎，伊认为伊伫这个人生逐项拢有，但是呢，伊上宝贝，伊煞唔知影什么是上宝贝。一个受信心充满的人。也要分别什么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但这个世间有真多工课，真多应有要互伊他要忙这个忙那个，但是他能够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亲像玛利亚，伊要为着这个世间，为着上班，然后呢就将这个信用放无去。他不会为了一个学位、一个学历。然后呢，就把读圣经这件事情就把它抛弃，就把它抛在脑后。但是真悲哀是，现主是咱的教会，咱的过去，咱的现在，咱的囡仔，因为着要考大学，为着要考高中，伊就补习班去补习。但是他会不会来教会补习读圣经？有没有那个补习班是在帮你补圣经的？没有，但是我们的每一天的灵修，就是一个圣经补习班，给你补习你的圣经，好，你的圣经会当有机会都知道的更多，读的更多。好，所以跟你隔壁人讲，每日灵修就是圣经补习班，每日灵修就是圣经补习班。等咱为着工作，为着补习，为着读册，咱会感觉 worry， 感觉焦虑。伊会互咱的专注力下降，但是当咱内面有圣经的话，咱就袂去互遮的 worry， 互遮的烦恼，把咱溜走。第3，咱的专注力，互咱会讲想讲，咱的话讲主啊主啊，但是耶稣伫马太福音第7章讲，有一群的人，因拢话主啊主啊，但是耶稣宣布讲，遮的人最后因袂当入天国。
为什么呢？因为因无真正用心来敬拜主，因嘴内面主啊主啊，因常常在祈祷，常常有信仰的生活，但是因的心却无伫上帝遐。一个是有信心充满的人，有信心伫咱内面的人，伊会伫咱分心要去听世界、听金钱财、听浮云的时阵，但是信心会伫咱的内面发出这个微细的声，微小的声音啊。圣经内面在形容罪，安怎来形容呢？罪就是射箭没有射到靶心。罪是什么？射箭没有射到靶心。好，咱讲一概，罪就是射箭没有射到靶心。罪就是射箭没有射到靶心。好，所以迄个罪就是你咧射箭的时阵，射歪去啊，射到外面去啊，没有正中目标。所以这个意思是讲，咱的灵心没有活出那个目标，迄个 target， 迄个安心，那个目标没有射到靶心，这拢是什么？对，都是罪，这就是罪啊！安尼我要来问啊，请问什么是我们的人生的靶心呢？什么是你人生的目标呢？豪宅、房贷，更加现了了，还是呢会当退休买一块地，来进产，还是能够嫁一个好老公，会当生一个足水的囡仔，还是会当较早做阿公做阿祖？什么是你的target呢？什么是你的靶心呢？信心来就是要互咱知影。什么是咱的 target？ 信心来，就是互咱会当听到迄个微细的声，知影讲什么是咱人生的目标。咱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咱的人生的目标就是主耶稣。好，甲你隔壁讲，咱的人生的目标就是主耶稣。你有看到主耶稣无？伫倒位？伫这个十字架的上面我请这个 AI 说，我站在十字架的面前，但是呢，有很多的人从我面前来来去去，以至于我看十字架看得非常的模糊。就打这样一段的文字。这个 AI 呢，伊就搞我做一张这个图做伫遮。你有看到十字架无？有看到这侪人无？这就是咱的人生。咱的罪是什么？咱的罪就是看袂到耶稣，你看到的凡事是这的人真无用，你凡事看到就是这的教堂，看到就是这的天气，看到就是你的人生会起起伏伏。但是你觉得你聪明过头，最后你是忙碌过头；你觉得你是赚得世界，最后你却是什么？失去生命。你是讲主啊主啊，但是最后主甲你讲什么？你煞袂当进入天国，因为你没有正中靶心，你无看到迄个十字架，迄个耶稣。你的人生是为着家己，是为着别人，是为着公司的我，但是不是为着耶稣的我。腓立比书第3章13节，保罗安尼讲：兄弟啊，我无掠家己罪已经得着，独专务一项。就是袂记伫后面的事，抵于头前的事，向所彩标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赏。伊讲，我只有几件事情，你的人生有几件事情剩袂了，但是一件，如果只能够让你选一件。请问你要选倒一件代志呢？保罗讲，为着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赏，就是向着标杆努力奔跑，要得着那从天上招我来得的奖赏。迄个赏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咱的性命。所以咱的人生
爱专心，爱注意伫什么所在？没有错，就是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哦。请跟你隔壁人讲，我们的生命要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生命要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也可以找网络，去金石堂，去诚品书房，好，他会告诉你很多提升专注的书，还有很多的专家教你，好，包括你要有固定的作息，饮食要均衡，你可以用番茄钟工作法，25分钟工作，5分钟休息，再25分钟工作，再5分钟休息，然后正向思考练习，稳定情绪，移除干扰源，好，在工作的时候手机最好开震动，开那个静音飞行模式。好，工作的时候呢，都不要看手机，好，然后打造合适专注的环境，好，旁边呢都不要有其他的东西干扰你，然后呢，要培养运动的习惯，还有呢，好，保护你的眼睛跟视力，好，要减少蓝光，然后呢，不要在半夜滑手机，好，减少眼睛的疲劳，这样你的专注力就会下降。这些东西今后好非常好的提醒，但是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日咱所读的诗篇91篇，嘛有4个建议，就是提升我们的专注啊。因为这个91篇呢，和修本的翻译呢，我在编来编去，我觉得和修本的翻译呢，比较美，所以呢，我要请大家来读华语啊，14、15、16这3节，咱过来读一解。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因为他认识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享足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好，有4件事情好能够提升我们的专注。头一个专心爱主，咱讲一解。咱会当专心听主、听上帝，上帝就要救咱。第2个叫做认识主名，好，大家说一次。但咱是灵捌伊，好，按怎来灵捌伊呢？就是透过读经，透过祷告，好，特别是对圣经来面，咱伫读约翰福音，好，耶稣讲几个我是。I am 几个？7个，你还记得几个？我是什么？好牧人。我是什么？羊的门。好，这个时候就考验大家的记忆力。好，如果你很专注在听的话呢，好，你可能好，道路真理生命很好。好，我是天上的粮，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最后一个真葡萄树。好，为什么我会记得？好，因为这是我专注、很认真读圣经。好，安尼一直讲，一直讲，你得让记得，你得让该记起来，因为你专心爱主，认识主的名。主就甲咱肯伫悬的所在。第3，求告主名。好，讲一解。等咱听主够灵捌伊，我们就知道我们要祷告的对象是谁。你就袂去求爷爷、告奶奶，你只会求上帝、告耶稣。好，你要选哪一个？求上帝、告耶稣。告不是去告伊啊，去告诉耶稣啦。好，求爷爷告奶奶是告诉奶奶。你会去找上帝，你袂去找别人，袂去找头家，即摆囡仔拢找啥物人？找 AI， 好，都直接找 AI。啥物问题呢？好，都找 Google， 即摆拢问 AI。上尾一项，好，咱听主、灵捌主，求叫伊的名。最后我们还要荣耀主名，请说一次。上帝讲，他要使我们尊贵，使我们长寿。这些长寿包括地上的生活到天上的生活。你不会赚得世界却失去生命，你会赚得生命，还会赚得世界。你会将主的救恩显明给咱啊！所以这4项的代志，专心爱主、认识主名、求告主名跟荣耀主名，就是咱的一生的 target。咱的目标，就是你要去努力的代志。
所以最后的结论，咱的要安怎来专心注意上帝圣经讲，有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代志，这件代志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后边呢，听主你的上帝。咱是申命记第6章的时候，你要尽心、尽性、尽力。马可福音12章，加了一个尽意，尽意。不管是3项还是4项，重点是多一项？听主你的上帝，听主你的上帝。所以这是咱人生唯一的代志。我只有几件事情，哪一件事情？听主咱的上帝，这是界面中间上大的，嘛是第一的。你感觉你的人生有听主无？努力中真好，这就是咱爱努力的。咱的人生，你若无感觉你有听主，你只有追求主甲我听，但是我无来听主，安尼咱就活伫倒位呢？罪的中间，因为我们没有射中靶心啊。最后，咱要安怎听主？我用这4点，互咱来做一个评估啊，做一个评估。头一点就是你有读圣经，但是你有读这个纸本的圣经无？现代人的圣经拢在倒位？手机啊内面啊，圣经拍开安怎？全部都是白的，内面都没有做过记号，来这样了。因为随读随忘，手机滑一滑，打开又关掉，而且滑手机看圣经，等一下赖的讯息又进来了 ，IG 的讯息又进来了，马上又点出去了。所以圣经呢，跟咧盖棉被一样，盖一下又踢棉被，又踢飞走了。你要有读纸的圣经，读到什么时候呢？读到什么程度呢？读到你能够进入真理，你要明白主。听主就是爱好好来读纸的圣经啊。好，所以今天呢，回家之后呢，你要把圣经当作琼瑶小说来看，把圣经当作金庸小说来看，把圣经当作诸葛四郎来看，安尼按阿册来看，好好读，好好来笔记啊。第2项，你就是爱开嘴，甲主来祈祷。真侪阵咱的祈祷呐，点点。咱做伙来祈祷，然后就按头，然后呢，点点，袂晓讲。祷告是什么？求告，英语叫做 ask，A-S-K 哦。你爱甲上帝求啊，甲上帝讨啊。但是咱点点，咱袂晓甲上帝祈祷，所以咱就爱听，为着听主咧，咱就爱开声、开嘴来祈祷，开嘴才会当领受圣神啊。直到领受圣灵，读圣经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进入真理；开口祷告是让我们能够领受什么圣灵。第3个标准就是你受信心的筹码，你就要参加主会，而且不是网络线上的聚会，参加什么实体的聚会。都叫我讲，这些囡仔，你若是都跟平板、跟电脑在小组在聚会。你的专注力没有办法提升，你的理解力没有办法提升，好，你的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咱就爱不是只有实体的礼拜、实体的小组、实体的装备课、实体的训练，咱的人生爱有一个 target， 就是要能够实体的服事。在实体的服事呢，就是为着要安怎建立教会，要建立教会。教会就是由一个的实体的聚会建立起来，网络上面有网络的教会，网络的聚会，但是咱是实体的教会，咱就要有实体的聚会。最后一项，你若听主，这个是最明显，就是你要安怎奉献，而且要奉献到什么有感觉？什么叫做奉献有感觉？反过来问，奉献没有感觉，就是上礼拜你奉献多少？没记得啊，这个叫做有感觉还是没感觉？上个月你奉献多少？忘记了，这叫奉献没感觉。但是呢，你会记得你的奉献，你会看重你的奉献，还有奉献的时候
现在要奉献，你是有备而来。有的人是今晚被来奉献，跟安了，开始敲，好像他是第一天来做礼拜呢，好像他是第一次来知道原来现在要奉献呢。这叫做没有感觉。有感觉是我今天要做礼拜，好奉献啊，传好啊，拢准备好啊，在等啊，这叫做有感觉。你的奉献要有感觉，甚至这个奉献是要引带咱会当进入永恒。耶稣讲，不要堆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也堪，有贼仔也堪，有虫蛀虫来吃。你就要将你的钱财集中伫倒位？天顶啊！所以这个钱财伫倒位，你的心就伫倒位。你的心若伫天顶，安尼你的奉献会当帮助你，祝福你，你的性命会当到伫永远。愿上帝来帮助咱，互咱尽心、尽力、尽意、尽心听主咱的上帝，互咱对这4项读圣经、开声祈祷、参加聚会，到认真来奉献，互咱会当进入真理，领受信心，建立教会，得到永远的活命。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愿感谢你。伫过活节到圣神降临节有50天，今仔日是第14天。每10天，我有一个操练，就是要来专心甲注意，求主你的专注的心会当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的生活甲生命的中间，互阮专心注意伫阮生命中间上界要紧的事。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阮的上帝，互阮人生会当写着这个目标，向头前所插的这个标来跑走，直到得到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对天顶所要叫阮来得到的赏。主啊，互阮毋通袂记得主你的报赏。也互阮毋通因为世间的虚华、甲遮的欢迎、甲钱财、甲无闲，互阮来失去即个目标。求主信心充满阮，帮助阮，互阮的心会当成做好的土地，会当一粒种子种伫即个土地，会当不厌结实30倍、60倍、100倍。阮安尼献上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过来吟圣诗回应上帝话，圣诗195首。我的心是土地，我的心是土地，请咱起立。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咱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咱的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是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咱通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请咱起立。至圣的天父，阮感谢阿罗你的名，你选召阮成做你的囝儿，是要照主的旨意来成就阮。但是阮生活在这个混乱、资讯爆炸、真真假假，有当时啊，阮分袂清的时代，阮心内有时会惊吓，会不安。求主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紧紧的单单的跟对主，专心听主。主，我们读经，跟对主，专心听主。啊，求主，你来记伫阮的名，就亲像马可福音所讲的，阮着真心、真力、真意、真力、真力。听主就是阮的上帝，我们来荣耀你的名。即时，阮兄弟姊妹同心奉献，奉献阮的时间、阮的才能、阮的金钱，做圣工路用，求主感纳。阮安尼祈祷，总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请王爷军长老来为咱做报告。咱有今仔有咱头一摆来到来做伙来聚会的新朋友哦。咱看到迄个邱英勋老师转来啊，啊，伊对美国转来，咱拍包来甲伊欢迎。好，下一页。咱目前咱即马有咱教会吼，即马有成立一个迄个信平小组，咱成员就是咱每一牧区的牧区长老，有博智牧师啊，然后顺任长老啊，松辉长老啊，几位长老，我搁嘉生长老、翠长老、庐山长老，搁苏成长老，咱一起位来有成立一个迄个信平小组。咱即摆来请好，这个性平小组讲，咱来兄弟若有拄着这个性平的争议啊，好，你有感觉受到这个性别上面的困扰、搅扰、骚扰，好，你会拢甲即9个好，即9个人吼，7个牧区长老，好，也是咱的部长甲牧师吼，咱来甲因欢迎哦。好，咱来看咱的周报的第2页，好，我们的周报第2页，好，什么叫做性平3法呢？好，性平3法，咱今日要来介绍头一个叫做性别平等工作法。咱讲一解，性别平等工作法。好，这是2024年3月2年前实施上路。好，就是伫职场顶管呢，要消除性别歧视、同工同酬、防治性骚扰、促进工作家庭的平衡。所以这个性别平等工作法呢，好，就是伫工作上，不管是职场，还是公共场所，你的这个雇主袂使因为性别、性倾向，来招募、甄试、聘用、分发、配置、考绩、升迁、薪资，因为性别，来做不一样的这个对待。第2个就是保障婚姻怀孕，袂当讲因为伊生囝产假，然后就叫伊辞职，过去拢会安尼即马拢有保障。过第3就是啥物是性骚扰，伫即个性别平等工作法呢，有更清楚的定义啊，你若互人感觉不舒服、敌意、交换，如果你要求安尼有交换式条件是这种的要求呢，这个都会成立啊，所以呢，在职场当中可以来申诉，包括还有在请假，有生理假、产假、产检、陪产假，然后育婴假、补给乳的时间、家庭照顾假，还有减少或是调整工时。
等遮呢，拢是伫即个法律上要求的。若是有遮个性骚的事件呢，雇主的罚则要加重。那雇主违反规定呢，那受雇者咱当甲主管机关像警察也是像劳工局，咱当来提出了。所以咱呢爱知影，伫即个社会注重就是即个性别的平等。咱今日介绍头一个叫做性别平等工作法。咱讲过一届性别平等工作法。所以咱要好好的尊重每一个男性跟女性异性尊重异性。以上。继续咱5月初3是有举办第3摆的即个胜利典，要受洗伫个本主日4月19进前，赶紧甲恁的区长或者小组长来报名。4月22拜3有敬拜俄罗的祈祷会，时间是暗时8点到9点，伫个33号新堂。这边的主理是周亚伦、周亚拿传道，欢迎兄弟做阵来祈祷，经历神。后壁佫一段，下面下一句。请敬拜团的同工，伫个7点的时阵来到新堂参与敬拜研习。专营性命教育协会要招募会员，新会员的入会费是爱500块，年费每一年是200块，收费到本主日为止。欢迎兄弟姊妹来加入支持咱协会的事工。这个上大的讲座，伫个4月22拜3 10点半到12点，主题是厝的袂使无好的马代，讲师是江丽老师，欢迎参加。志工的管理要伫个线上化即摆5月初1开始要全面来线上核发，所以迄个电子要用迄个电子的资源服务的纪念册记录册。抓本的被讲停了都全部改成电子的纸本都要取消安尼。贝斯班甲吉他班的开课，伫个5月15开始，拜5开始，每拜5的7点，暗时7点到8点半上课，4个人开始上班，请伫个1楼的即个广播栏来报名。咱基督教福音协进会伫个有一个2026的关键面对，时间是伫个4月21拜2早起的9点半到12点半，地点是伫个33号的新堂，咱会使看迄个电梯的即个广播栏内底，或者是你家己来扫咱即个 QR code 要来报名，或者是迄个来找主任干事来报名。伊这是免费报名咱教会目前有13位报名，伊这个有提供中餐，所以咱若有兴趣的，会当来了解，这个福音协进会，对这个台湾教会的这个调查，他们所做的，他们每年都会做教士统计所以也来提出关于台湾在教会在福音上面，再来要面对的是什么？来当有兴趣的当这会来参加，是伫咱的教会新堂来举行。继续。咱主宗的商业部甲平安7月关怀协会有合办一个专题讲座，时间是伫个4月25拜6早起9点到12点，地点是伫个杨园教会，这个部分毋免报名费，咱讲师是讲题是迄个影响未知的老化，讲师是周凤仙老师，伫个这个本主日进前，向咱的书信长老甲美英执事来报名，先说登记中昼顿。咱月香姐妹就是咱迄个慢霜的阿嬷，
4月初8拜三蒙主恩调享受98岁。4月25拜六下晡2点，要伫本会2楼的礼拜堂，就是遮来举行即个告别礼拜。愿主安慰的灵，甲遗族同在。咱来读今仔的金句，来做阵来。伊要用心甲你拿咱的，互你秘伫伊的实骨的，伊的信心最大岁的盾牌保护你。诗篇91篇40。来，搁一摆。伊要用心甲你咱的。互你秘伫伊的实骨的，伊的信心最大岁的盾牌保护你。诗篇91篇40。最后，咱来吟祝贺诗歌，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吟诗煞，咱请陈牧师来为咱做祝祷，请咱起立。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心的安慰，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老我水，你令我明明看见主的光。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将你心心的安慰，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老我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甲疼痛，信心的充满，甲恁尽大家三甲之地，互恁会当专心致意地尽心、尽力、尽意、尽心来听主咱的上帝，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